上真高早，欢迎收看今日10月27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世界卫生组织佮要展开全世界预防射的试验计划。咱的国产预防射、高端预防射嘛有入选。欧洲会伫3个国家进行大规模的试验，这项消息嘛，互高端公司真欢喜，伫要拼国际认证下出一大步。WHO 的官网伫26暗公布上新的声明，正式宣布甲哥伦比亚、马里甲菲律宾的卫生部共同启动全世界团结试验疫苗，自20种疫苗内面，先测出2种较有发展的疫苗，包括美国伊诺维奥制药公司的 DNA 疫苗，抑个高端蛋白质次单元疫苗。会伫哥伦比亚、马里甲菲律宾3州3个国家进行大规模3期试验。高端也正式被选做世卫团结试验疫苗，也对现主时个人拿住高端无法度去美国表示遗憾，因为美国伫咧最近宣布，自11月初8开始，入境美国的旅客拢要完整做过2剂 WHO 或者是美国 FDA 核准的疫苗，高端怎么无伫咧名单内？其实外交部在今年9月起就已经积极向美方了解这些新的入境措施。那所以我们的外交部跟我们卫福部也都持续的透过管道跟美方沟通了，就是争取将高端纳入这个美方的疫苗清单。政府向高端买500万剂新冠疫苗，到10月24已经做136万7千剂，一个库存86万4千剂。照合约一个200多万剂要交货，因为高端最近做的量拢无多，可能会有剩。指挥中心考虑要送互有摕到 EUA 的国家。我想这个外交单位持续在沟通中。WHO 主导的团结试验疫苗是一个跨国的联层试验平台，来自全世界科学家甲专家组成独立的疫苗优先顺序咨询小组，快速评估新核选的疫苗的有效性甲安全性。目前，高端也正伫咧巴拉圭进行新冠疫苗第3期联层试验，一直到这个月20，有要甲100位受测者做过第1期。记者综合报道。疫情的消息，咱国内昨昏无本土病例，也阁有4个大病入境的案例。另外，日本政府按算阁要捐咱30万单 AZ 预防射，伫今仔日会送到位。若咱国内即摆预防射的注射率已经有68%，严格75岁以上的注射率是一直停伫70%。疫情指挥中心打算要推出方案，请民众去注射，提高注射率。国内新冠疫情稳定，直到无本土确诊病例甲死亡个案。不过指挥中心表示，增加4例境外移入个案，来自美国、菲律宾、英国甲印尼，其中1个人是突破性感染。今天的4例境外移入当中，有2例序号2跟4都是接种过科兴疫苗，其中序号2这一位接种过2剂，那属于突破性感染。指挥中心宣布，开放16中到12点进前30岁以上已经意愿登记 BNT 疫苗人，应预约做第1期，预约时间是16下晡4点到17中到12点为止。佮加开10月13中到进前意愿登记，而且7月31到8月7日已经做 AZ 第1期的41岁以上的人，应预约做第2期 AZ。目前国内疫苗人口注射率是68.73%，不过75岁以上的人第1期疫苗注射率一直停伫70%。指挥中心想要伫1分设注射站，也思考调整做诱因。双北他们常常在捷运站前面就会设这个接种站那民众只要在附近或是搭车的都可以经过。一些优惠摸彩或什么措施，的确都是可以去往这方面思考。外界关心注射站是不是因为第13轮第1期做 AZ， 第2期做 BNT 疫苗，真侪人放弃。指挥中心表示，第2轮 AZ 第2期5天来报道率超过90%，无看到人放弃。AZ 第2剂目前第1天是96，第2天95.8，第3天94.1，第25号就昨天92.9，所以可能明天再来看的话，这个25号还会再增加。目前看得到95%左右的一个接种率日本政府要搁捐30万剂的 AZ 疫苗，按算伫27会运到台湾。这是日本政府第2摆捐疫苗予台湾，捐的疫苗的总数会超过420万剂。记者综合报道。嘛是预防射消息，头一档做 AZ 预防射，才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身体无爽快的人，
第二档会当换别款。台北市立万丰病院即马有开一个特别门诊，第二档会当改做莫德纳预防射，验过谁会使男咧做，这部分要先经过医生的批准。今年7月份，戴小姐做头一档 AZ 疫苗，想要到10天了后，骹手也是严重过敏，发红佮溜皮，到今也未退，所以伊第二档就改做莫德纳，互伊比较较安心。很开心抢到了，可是我觉得我们这些疫苗孤儿真是很可怜，因为找不到地方可以打。同款嘛是拄着疫苗严重不良反应的廖先生，透早专工为桃园塞车起来做莫德纳，因为7月份伊做头一档 AZ 了后，规分数起浸膜，互伊艰苦甲袂晓讲理。我第一剂打完的时候，就是全身性的急性的荨麻疹，腹部会疼痛，然后脚会抽筋，当然就赶快去送急诊。台北市万丰病院为2日开始，每礼拜2早起有开莫德纳疫苗特别门诊，提供头一档做 AZ， 第二档做莫德纳。下用的对象包括头一类的医师人员，也有头一档做 AZ 发生严重不良反应的人。若是医师人员，就要早执业证照的正本；若是民众，就要早做新冠疫苗的黄卡、医师诊断证明，或者是做疫苗了后严重不良事件的通报记录。若是伫现场检查无合资格，就袂当做。比如说他有严重的药物不良反应，或者是说有医师的诊断证明，在打第一剂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好，那这样的话才符合我们在混打方面的一个这个条件。医师提醒，无论是做倒一种牌子的新冠疫苗，做了后拢要伫现场观察30分钟。等去处理了后，若是持续发烧超过48点钟，或者是出现喘气有困难、下肢、心肝头皮泡菜、规分数起浸膜等等的症状，都要随去医生看。记者综合报道。做伙关心天气，虽然目前有一个风台形成，这是第20号的轻度风台玛瑙，也毋过这个风台离咱台湾即马还有1900公里远，看起来是行向日本东边的海面上，对咱台湾无直接的影响。若今仔日的天气如何？咱来看分图。今日咱台湾的天气主要也是受东北风影响，早暗较凉。日时伫桃园以北、宜兰花莲，高温大约是24度至26度。若其他的所在，高温是27度至30度，感觉真舒适。落雨范围主要是伫这方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有局部地降雨。其他所在是侪云到好天，过到了后，伫南部甲其他山区是有局部地渐准雨。另外，伫桃园到云林、东南部，包括外岛，也有恒春半岛，伫沿海较宽的所在，较有强阵风，风影嘛较大。伫当地乡亲爱细致。感乡亲，咱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根据内政部上新户口统计，到今年9月底，台北市户口数减少3600户，是1991年有统计以来这30年来头一届减少。若其他5都户口数拢是继续咧增加，伫桃园加上济，增加13975户。来关心中国时报，两岸局势较紧张。国军有提出多项大型的军事武器采买案，根据民国111年度国防预算有17项预算超过700亿，大型的军事投资总金额有8428亿。总共加上新买的战机，也有海空战力提升计划，这2项特别预算，也有机密预算，每年的军事投资案超过1兆。来看联合报，《华尔街日报》即马是报讲美国的军事官员内底有人即马烦恼中国会拍台湾，而且有不少人嘛认为讲，咱台湾的军队若是要对抗中国的解放军，即马上大的问题是咱台湾阿兵哥甲后备部队不足报告。不过，咱国防部长邱国正是话声讲，伊对咱国军有信心，咱的国军绝对毋是三脚猫。继续关心交通的问题，这是高铁的宜兰站到底是要设置倒位？本地有4个方案，即马是有6个方案。交通部长王国材是表示讲，新的2个方案算是修正的方案。另外，行政院长苏贞昌第3嘛表示讲，高铁5南本地是要做到6地处，啊，毋过即马拍算要伸长到屏东的潮州。高铁延伸宜兰计划选为卡关，为4案变6案，引起地方人士批评决策愈来愈乱。这个有政治人物干涉，是政治压过专业的结果。王国材早起接受媒体专访的时阵讲，其实国新增加2案是修正案，不是另外国新增加2个地点。是宜兰要到罗东铁路高架，事实上中间还有叫穿堂层，
宜兰的市区会形成一个30公尺在9层楼的这样奇怪的一个站体。他提出5跟6个方案，对，5、6方案已经是一个宜兰或是县政中心的修正案。王国才表示，高铁宜兰站地址还佫考虑一个因素，就是是毋是会当延长。伊讲高铁延长到屏东，暂时选伫6地处，就是这个考虑。目前高铁规划向南延到屏东，也甲延到宜兰。另外，花东双线这个进度也长伫兴建，已经完成1/3。王国才讲，高铁环岛毋是梦。环岛高铁我觉得不是梦，未来的这个工程技术会越来越强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找不到路廊，那未来会不会有新的技术？是，它可以通过这个路廊。如果高铁现在设的宜兰站，也要考虑它以后可不可以延伸啊？如果停在比较一个有发展腹地比较大的地方，它就可以继续延伸。若是高铁延到屏东，目前已经确定伫6地处设站。不过立委即阵行政院长苏贞昌认为6地处遐尼庄卡拢无建设，根本无观光客会去。苏贞昌回应会阁南延。我绝对赞成到屏东区，但是一定要扭入来到所谓的潮州。屏东区迄个站就是伫6地处啊站，对无？一定要扭入来屏东。延伸潮州。另外，外界质疑高铁沿宜兰计划直接跳过可行性评估，导做综合规划研究，无符合行政程序。王国才是讲，主要是可行性评估等于是为零开始，惊讲会拖真久，所以请顾问公司规划做伙做，强调审查过程共款真严格。记者综合报道。台铁408处道路骨列车败马，造成49个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台铁包厢李义雄甲外道华文好，伫第一时间拢互收押。不过，花莲地方法院伫昨昏裁定李义雄以60万交保，华文好嘛停止收押。不过检察官不服，提出控告。台铁第408处太鲁阁列车重大事故案，被告李义雄、疑奸华文好，伫今年4月被羁押，伫7月2日甲9月2日延长羁押。花莲地方法院表示，相关证人拢已经互相质问完毕，目前诉讼进度确保后续审理等程序顺利进行，应该无继续羁押的必要。高考虑2个人的经济能力、犯罪情形所造成的法益侵害大小、分担犯罪实行假设地位等因素，裁定李义雄60万交保，华文好是支付予姓牛的受支付人，2个人限制带居、限制出境出海8个月。花莲地检署检察官是伫2日提出控告，认为被告李义雄只拿以60万的拒保金代替羁押，无法度担保被告2个人以后会如实面对司法的审判甲刑法的执行，而且犯罪情形规模甲所造成的损害无相当，无符合比例原则，依法提出控告。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传乡亲咱做伙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4千万例，死亡人数嘛超过497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4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6380例。中国的病例有96000多例，日本是超过171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是超过4600万例，印度超过3400万例，巴西超过21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是超过885万例，法国是超过722万例。虽然是上新的消息，这是美国的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专家小组有投票，即马是赞成5岁至11岁囡仔会当做辉瑞 BNT 的预防针。若刷落来，即马是爱等 FDA 批准，总共有通过紧急授权，那安尼全美国2800万的囡仔伫后个月就当做预防针。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专家小组2日针对5到11岁囡仔用辉瑞 BNT 疫苗的建议。最后的投票结果出来啊。As a 2-dose series, 10 micrograms each dose, 3 weeks apart, outweigh its risks for use in children 5 to 11 years of age. 18 voting members, 17 voted yes, and we had 1 abstain. 主席蒙托伊所问的，就是对囡仔上关键上重要的安全性甲有效性的科学数据。专家讨论的也个包括可能发生甲心脏有关的副作用。在此之前，辉瑞对囡仔进行大规模临床试验，
发现用大人剂量的1/3，防护力有到91%。FDA 专家讲，这种防护力明显大过可能出现的正细副作用的风险。At that time, the rates of hospitalization were in the 5 to 11-year-old group, coming from the CDC data, was 1 per 100,000. And over the last few weeks, that number has fallen to 0.4 per 100,000. 验过后，专家讲无确定是毋是每一个5到11岁囡仔拢爱做2剂，因为无定有人早就感染过，若果做就是假做的。专家投票赞成使用了。FDA 会伫咧数落来几天决定是毋是紧急授权。自疫情以来，美国5到11岁囡仔有要到100个人感染死亡，超过8300个囡仔住院，其中1/3需要动静监护。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继续来看，巴西总统波索纳罗伊家己唔注意风声，搁咧黑白讲过，伊是伫面册打出一段自新型冠状病毒预防下会引起艾滋病影片，不过随后面册汰掉。巴西总统波索纳罗处理新冠疫情蓝三组，最近又搁加一件。2波索纳罗伫伊的面册例行直播，讲做手头的英国官方报告，完整注过新冠疫苗的民众会比预测的更较紧去治疗艾滋病。这个消息一下出来，巴西科学界甲医界人士拢跳出来骂黑白讲。Imaginar que tomar uma vacina leva até AIDS, uma doença sexualmente transmissível, é de uma ignorância abissal, profundíssima, né? Não dá para entender como é que uma cabeça de presidente da República eleito pode ter imaginado uma bobagem desse tamanho. 面册2时暗时将这段影片为平台移除，波索纳罗进前散布无实在大文，就讲煽动民众莫遵守保持安全距离这个防疫规范。过去都捌互面册删除，不过这是头一届将伊每礼拜例行直播的单位落来。纽约市长白书豪所定的市政府全体员工疫苗注射期限10月29已经进入倒算第4天。以纽约市警局上大工会纽约市警察主线协会 PBA 带头，几600个示威者行上街路，一路为布鲁克林桥行到市政府大楼，表达因反对强制注射立场。疫苗强制令实施以来，纽约市加州政府少年线拄到袂少司法的挑战，大部分的案件法院拢支持政府有强制人主疫苗的权利。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无要参加月底要伫英国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峰会，嘛，互外界咧关心讲女王的健康是毋是真实有要紧？来关心世界贸易组织是证实讲，因为中国向禁止咱台湾食客甲染布进口，咱有提出抗议，已经列作11月初要开会的议案，中国爱做出解说。来关心1971年10月2日联合国通过2758号决议，承认中国是联合国的代表，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这个决议满50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透过声明支持咱台湾参加联合国。伊讲排除台湾是国际上的损失，美国支持台湾参加联合国。继续关心受疫情影响，咱准备要投的4项公投，伫年底才会投票。民进党政府即马开始咧规划公投的座谈会，要向民众说明。有风声讲，总统蔡英文嘛亲身向民众解说。若国民党这部分是会对这礼拜开始宣传，而且打算要伫总统府头前的凯道困49天。感谢国家重大政策加制度的4大公投，因为疫情延后到14月10日举行，离投票日剩无到2个月。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上新民调，若明仔投票反来底公投，有6成以上的同意票。海草大公投、公投北大选甲中溪核四公投，拢总会过关。对民进党政府来讲，压力真大。传出第1场公投座谈会，就由蔡总统亲身出来。政府要出来清清楚楚向人民报告政府为你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总统会努力，我也会带着整个团队到各地向人民报告。经济部的立场在我们行政机关，我们就是努力让这些客观事实让大家了解。那我想
职位不职位哈，这个都是长官决定啊，这个不是我的重点。一连第8场公投座谈会，民进党按算30启动，第一场地点传出伫海草塔对决的桃园，民进党上紧日期确认，身兼党主席的蔡英文也先对公投表态，党内伫会各以选区为分执政区进入备战状态。国民党你要诉诸民意来跟执政党来做一个对决，那我们当然要也直接的跟民众来做一个对话。那这个部分就考验每一个政党他动员的时候诉诸民意，大家的论述，民众到底有没有办法接受的问题了。成立这个公投这个小组那今天也会再召开会议。国民党采取的方法也是一样，就是苏贞昌院长不是说他们要下去宣讲嘛？事实上，我们也准备安排这个下乡巡回的宣讲。国民党中央也开公投小组会议，党主席朱立伦要伫30全代会选时，全民公投行动迅速启动，上紧这个礼拜2就展开第一场宣讲活动，而且佫宣布要夜宵开刀49天，要拼公投。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高雄城中城大火了后，高雄市政府即马就派社工陪受灾户去看厝、去洗厝，拍算1个月要提供15000块的厝税补助，时间是有2档。另外，市政府即马嘛宣布讲，善款已经有2亿6千万啊，全部拢会用伫受灾户，嘛宣布要停止募款啊，大家唔通去管。这个维修者行入来这间套房，四界茫茫看看的，检查内底的家具拢有符合伊的需求，决定直接签约。伊原底是城中城大楼的住户，火灾时阵伊人伫美浓，所以闪过这劫。不过厝内物件烧了了，就要伫外口洗厝。你一间到4到46个人吼啊，其实叫我卖回去啊，就是赔偿能拿多少就拿多少这样啊。像是水灾啦、火灾啦、地震都有创伤症候群，我是不会啊，我心灵上有寄托了，对，会走不出来而且我会恐惧啊。为着安置这的住户，市府派社工1对1陪住户去看厝、洗厝，嘛甲1个月15000块厝租的补贴，补助的时间为半年延长到2年。虽然解决短期大俗的问题，不过也是有住户想要知影大楼未来规划，可以改善，或者是说它需要重建或拆除。如果说可以尽快有一个方向的话，我们会比较心里会比较安定。住户讲，唔知影大楼未来安怎发展，是感觉真不安，因为因兜也是伫遐，若有初步的方向，才有法度来规划未来。虽然大楼的方向还未确定，不过城中城的善款已经有相关的规划。伫高雄市社会救助金专户管理会25召开今年第1届临时委员会议了后，决定善款100%会用伫受灾的居民身上。统计到26下晡为止，善款已经有2亿6千多万，76%用在罹难者跟伤者的慰助金，那14%呢是用在租屋疫情的补助，那10%呢是用在紧急的旅馆安置、医疗费用、丧葬费用等罹难者家属跟受灾者必要的一个协助。市府表示，这善款会照比例用在罹难者、甲伤者的慰助金、医疗费用、甲后事的费用等等必要的协助。罹难者慰助金规划每一个人是400万，嘛会伫26结束城中城火灾事故案件指定捐款。记者综合报道。那高雄是刚发生火灾，这是伫林园工业区内底的合兴石化厂，因为订出意外嘛，引起当地民众的不满。伫路边园就看到林园石化工业区出现火光，大石化集团所属的合兴石化，25暗时9点左右，这天区发生火灾，大火予消防出动31台车来抢救，连民意代表嘛到现场关心。一个结晶罐迄个物件是个结晶提纯，伊边仔的保温去烧起来，保温下，伊个信号可能是。合兴初步勘查表示，火灾是因为这天设备出问题，会检讨改进。好甲载火1点钟来就拍花，无人伤亡。罗江桥是讲，而且石化业联合稽查，合兴有部分必须改善，不过无违规的事件。这个火警为了保险，早起已经下令这个生产线停工。发生了火灾了以后，我们认为对于劳工会有立即的危险之余，我们一定会勒令停工来保障劳工的安全。工作人员下晡伫工厂勘查，这不是
是戴州花集团伫林园头一届事故。2019年2月，戴州花也发生过大火公安意外，造成4个人轻重伤。合险虽然是头一届发生火灾，不过这3年包含空污，拢总有14件违规记录，拢总共裁罚80万8千块。居民感觉真正发生无意外。反正我大家住足久啊，麻痹啊，连咪一间，连咪一间，连咪一间啊！你设备干来换就爱换，袂当去伫遐像以前遐麻痹，吼拢伫遐一直在持续，我伫遐咧生产，真来变甲无法度啊，较咧要换新。劳工局甲环保局会听候调查结果出来查清楚责任，才会确定是毋是违法。当地里面除了呼吁业者爱负起企业责任，确保厂区安全，也希望政府会当加强监督，莫互居民活伫污染也甲危险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的民主审议委员会甲白色恐怖受难者台大医师郭秀忠的旧厝指定做市定古迹。也若10当前，甲这间古厝买落来带先生，本地是安算要拆掉了后起大楼，即马伊嘛愿意放弃开发，互古迹会当保留落来。古色的建筑，红砖擦做白色的，有淡薄仔巴洛克风格的设计。伫繁华树林夜市内底，这栋大东路54号的建筑，25经过台北市民主审议委员会指定做市定古迹。保留了非常多那个什么日治时期的马赛克，还有是磨石子地坪，窗户的造型也是非常的多元，管在建筑的价值或是在艺术的价值都是非常的高。这个所在当时也是白色恐怖事件受难者台大医师郭秀忠的旧厝。郭秀忠毋但是台大外科医师，读医学院的时阵，捌成立反日组织，互人逮捕。日本战败了后，互释放。第二战结束的时阵，因为疫情流行，担任台北市卫生局防疫科长，佮组成防疫工作队。日拜事件爆发了后，因为理想加入共产党反抗国民党政府，因为光明报事件互掠去，1950年互枪杀，才33岁。郭秀从的身上也可以看得到，第一个就是上医医国的那样的精神，第二个呢叫做社会医学，你就必须要去面对或处理那个时候的社会结构跟政治结构的问题。这栋建筑10年前互蔡先生买来，原本拍算拆除重建，最后互文化局说服放弃上亿土地介绍的利润，变作是疏散古迹保存成功的案例。因为刚开始当然是非常的抗拒啦，然后后面的权利其实并不会受到绝对的损失，会有些机制其实是可以补偿它的。目前这栋建筑遭予一间泰式餐厅，文化局讲，在无破坏建筑的基础上，餐厅原来会当继续营业。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来关心咱台湾加入 CPTPP， 对当增加外销的通路，也毋过嘛爱开放互其他的会员国的农产品会当进口。虽讲申请的流程也咧行，也毋过未少农民已经开始咧烦恼农产品的介绍会受影响。台湾即阵当咧申请要加入 CPTPP， 若成功，会员国进出口的农产品会当减免关税。虽然咱的农产品找到新的出路，但是外国进口的产品嘛有可能会影响到咱国内介绍。亲像种红豆的农民，就真烦恼东南亚的红豆用真价介绍小入来，会拍歹市场。进口的红豆啊，足久都捌听过啊，听人咧讲讲细粒品质佫歹，煮起来的口感差咱万丹的是差真侪啦。我是最近有听讲，咱政府有要进口开放进口这个农产品，一定是会影响到咱万丹的这红豆啊。因为国内的红豆较少外销，毋但占袂到国外新市场，阁会惊内销市场去互本去。面对这个情形，台东县农业处处长陈永武表示，咱台湾的农产品品质好是上大优势，而且因为气候甲环境的影响，外国的产品咱台湾人嘛无一定食会下。我们生产出来的质比较适合我们台湾人的一个口味哈。那其他地区进来的话，它或许比较低价比较有竞争性，可是它的风味，它还有果品的整个的这个口感并不一定有办法整个适合我们台湾的一个食性啊。陈英如表示，未来若加入 CPTPP， 政府嘛会甲会员国敲切，照无共的农产品提出无共的方案，甲产业的冲击降到上低。记者综报道。
高雄的寿山动物园最近有摕一只30岁合作狮王的狮搬厝。这只狮王真正是伫民间的农场，因为农场关门非法展览互检举了后，才对农场搬去动物园。那伊短短2冬已经搬厝搬3届啊！见摆搬厝就爱做麻蛇，互动保人士看到真唔甘。狮王坐伫动物园区，看起来淡薄仔神仙。这是伊头摆出来活动，5天前伊才对农场搬来遮。我来先采血。来采血。我在抽药，等我一下。注麻醉了后，狮王规身躯软格格，身体面筋甲伊的面扛起来，搁爱出动6位工作人员做伙搬。好，听好，有声。这只狮名叫狮王，138公斤重，已经30岁，差不多是人的70岁。动物园有缩短麻醉的时间，伊的体重伤过轻，加在伊即马逐工拢甲6公斤的食物食了了。因为它后肢不变嘛，后肢有点肌肉萎缩，然后行走有点掰卡。对，那但是它的整个活力上面来说的话，跟其他狮子是差不多，没有到特别差。对，那食欲也不错。其实这只狮王捌伫个台南的农场14冬，拄着农场关门，才搬来高雄。这摆是高雄的农场9月，互人检举，不得已搁再搬厝。一般民间在饲养这种大型猫科动物，其实最常遇到问题，可能是场地跟它的医疗能量，那还有它的照养的强度上，可能没办法达到这么好。老狮王年岁大，短短2冬煞搬厝3摆，动保人士真唔甘，希望伊伫动物园有另外4只狮做伴，好好啊过老年生活。记者陈嘉文为做高雄报道。过来疫情转好，即马疫情较稳定，真侪打算要结婚的，拢会赶紧趁即时办办的，真侪大餐厅、订桌拢已经客满啦。新冠肺炎爆发2月以来，真侪打算结婚的人，要穿婚纱行红毯的这条路，比以前的新婚伴侣更较坎坷。在4、5月那时候就开始要筹备，然后就疫情就开始了，对，然后所以就暂缓。因为我们的那个婚宴会馆就是在签约之后1个礼拜，然后他就跟我们说，他们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要停业，就叫我们回去。就是拿押金这样。真无简单，等甲国内本土疫情转好，喜酒防疫规则放零，新人无想过延迟婚事，决定要伫农历过年进前结婚，啊，不过请人客规模有减少，非常的赶，就想要赶快在今年完成。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就会以拍婚纱的新人为主，那现在的话开始就会有一些比较像是小型家宴啊，或者是说比较单纯仪式的新娘。之前我们的新娘可能她会希望挑选比较蓬，然后比较长拖尾的白纱。那现在的话，因为场地受限，所以她可能就会选比较合身啊，或者是比较好行动的白纱。婚纱业者指出，5月疫情爆发，新人延后取消婚礼，因病病休困，一直到这2个月总算恢复正常。点手有名的婚宴会馆也是10月中提前结束减班休困，下个月开始员工用正常也转新。收入算是恢复，工作也可以恢复正常，是有陆续在回温的，只是说现在订单都是以上半年为主了。减班休困期间，婚宴会馆部分总铺师服务人员爱想办法伫外口兼职，渡过难关。啊，不过也未少订单取消，就无搁转来。有业者定息率也无好。最近有员向劳动部通报，200名员工减班休困。记者综合报道。金马影展对2019年开始有甲司法院合作，有推出司法影展。即个有6出电影，包括儿童的问题、性暴力的议题，帮民众看电影，嘛会当去思考背后司法的制度甲社会的价值观。好像所有事情都有一条线，我跨过去就是故意的。发生伫夜车内底随机杀人事件，该死的阿修罗这出表面上是以杀人事件做主题的电影，实际牵涉到教育、媒体等等的问题，范围是真宽。日选2021司法雅典参展电影，牵扯到包括了可能青少年的教育的家管的这些问题，媒体报道的这个分际的问题，这些问题其实都有可能跟法律
扯上关系。对我来讲，更平等的一个观点去看待这整个的事件，那它自然而然就会跟我们的生活产生就是交集。司法院今年是第3摆甲金马雅典执行委员会合作办理司法雅典，希望透过电影的放送，会当让民众认捌到日常生活当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法律议题，有近民众甲司法的距离。那么我们的法律人也透过这一个司法的影展，也更能够了解一般人民呢，他对这个法律的这一个了解。那么这个呢，也能够有助于司法的判决能够更精确，不至于说呢，离这一个社会多数民众的法律的感情太远。司法雅典选出6出电影，伫台北金马雅典的最佳法单元播出，嘛伫中南部放送。部分场次有法律人士的座谈会，传领民众认捌到电影当中的议题，也予观众提出家己的想法，做伙讨论。记者郭宝条水台北报道。做伙来看世界，这是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市区有一搭防讲是无政府的化外之地——克里斯钦自由城。进前才庆祝成立50周年，因为这个所在有侪社会运动人士、嘛有艺术家、培骨无政府主义者，拢住伫这。多元的思想和平共存，是一个有独立思考、自由灵魂受保护的所在。嘛，请真侪观光客去感受迄个所在气氛。1972年9月，一群人扎吉他进驻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区一个玻璃用军营，挂旗啊建立克里斯钦自由城，决定打造一个爱甲和平、反战争、无受国家规划的人类集体社会。延续到即马，已经有艺术家、社运人士将近1000人来遮住，也有特色餐厅、咖啡厅等资本主义的活动。It's something different that the center in the city, so we are going to watch this. 克里斯钦伫9月2日成立满50年，有关保持叛逆精神，伫遮免凊彩翕相，免雄公共咧走，一切慢慢来，也搁进化成做生态村，大量绿地改造二手旧面，资源回收分享，再生能源甲脚踏车拢是王道。有人认为克里斯钦是一个进步的社会实验，不过也有人看这是对路的毒库。住伫这几十年的老居民认为，多元尊重才是核心精神，对毒品标签真无奈。The best part is the freedom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eople here. Many people think that Christianity is like a sect where we all believe the same thing. It's not true. Actually, sometimes I don't tell people that I live here because you get judged a little bit, like, oh, that's so you must be into marijuana and you must be a smoker and so on. Unfortunately, that market is so big that it's what people connect with Christianity. 去年到即马，警方伫遮敲找超过1栋的大麻。部分居民希望政府将大麻甲浓缩的哈斯等两性毒品都罪化，回归正常管理，才能彻底摆脱无共款的眼光甲原罪。克里斯钦特立独行，悠闲自在精神，过50年也是继续落去。公司新闻是会长朋友。环境爱关心，来看联合国的气候峰会，月底时就要伫英国举行。德国一个环保团体德国看守协会有公布上新气候风险指数的排名，受极端气候影响甲上食力上严重、上艰苦的国家是普多黎各甲缅甸。环保团体嘛有讲，假使好业的国家愿意逐年拢捐钱予一寡散车国家，安尼全世界咧对抗气候变迁的目标就当提早完成。车路变水路，厝冲甲平去。2017年，风台玛利亚扫过波多黎各，造成2975人死亡。2008年，风台纳吉斯扫过缅甸，大水造成14万人失踪甲死亡。德国看守协会公布2021气候风险指数，2000年至2019年，因为极端气候受影响，上严重的前2国就是波多黎各甲缅甸，台湾败30人。不愿极端气候影响全球，各国无采取有效的做法。25西班牙马德里有民众上街路抗议，全球因应气候变迁层级上悬的联合国气候峰会 COP26， 3月1要伫英国的格拉斯哥举行，社运人士呼吁赶紧行动。Y no tenemos tiempo, ya es tarde y ahora mismo si no nos sumamos a la acción contra todo lo que está pasando, no vamos a llegar a tiempo para salvar las generaciones que nos suceden. 除了这个减少二氧化碳，面对天灾这么多的
气候紧急状态，产车国家根本都无钱通减灾做调息。COP26大会主席、英国商业、能源甲工业战略部长谢马伊明确表示，富裕的国家爱出1000亿美金，伫2023年爱到位。Now the plan provides confidence that the $100 billion will be met in 2023, and importantly, it projects that the $100 billion will be exceeded in subsequent years, with up to 117 in 2025. 原本去年爱达成501000亿美金，不过进度拖延，爱搁等2年。COP26是2015年巴黎协定签订了后，规模上界大的气候会议，是毋是会当推动减排目标，控制升温伫摄氏1.5度？这届大会主席谢马坦白讲，难度比巴黎峰会搁较悬。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来关心咱今日的天气。咱今日是受东北风的影响，早暗会较凉。日是桃园以北、宜兰花莲高温大约是24度至26度。啊，那伫其他所在高温是27度至30度，感觉天气是较舒适的。落雨范围主要是伫正方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有局部地暂雨，其他所在是多云到好天。啊，那过到了后，伫南部也有其他山区嘛有局部地暂阵雨。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7度。外岛的温度是20度至27度。咱做伙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